高雄有一个查甫人食酒骑奥多摆，看到警察个心虚，赶紧把车停伫咧路边，引起警方的注意，抓到伊酒测超标。另外，伫咧台北嘛有一个查甫人车驶甲破链，直接停伫咧路中央。警方到场发现到伊醉驾毋知人，抽回验酒精的浓度有到2.71%，而且伊嘛有真侪摆食酒赛车记录。有啉酒吗？无啦，我上摆啉酒。 警车对后壁经过，骑倒摆人随停在路边，等到互警方来关心发生什么代志。喝完很久了，很久是多久？下午喝的。一直用水落嘴，酒质气也是一直响。52岁姓的查甫人，17暗11点外，伫咧高雄市凤山的凤上路，被抓到啉酒了骑倒摆。我等下带你去床边抽血哦。好，甲款啉酒开车，抑个有智慧。 讲话袂输敢若嘴内含一粒卤卵，讲甲袂清袂楚，听无咧讲啥。消防人员做伙甲伊送病院，经过抽血检验了，酒精浓度换算做呼吸器的数值是到2.71。为该名已呈现泥醉状态，完全无法应答。涉犯刑法第185条之3公共危险罪。车开甲摇摇摆摆，一直偏向对向的车道，车开甲拢表电啦，驾驶也毋知。 40几岁姓陈的查甫人伫咧台北市客家文化园区附近，甲朋友做伙食饭啉酒。伫初十透早1点外，开车开到汀州路二段时阵，规个人忙簌簌，车就停伫咧路中。警察调查发现，有几多遍酒驾的记录。 他们的病识感很差，他们不会觉得自己使用酒精已经有了问题。另外一个就是他们道德感也不够强，他守法的观念也非常的差。酒驾防治协会表示，敢若是酒驾的累犯，就占整体酒驾族群的4成，大部分拢是有啉酒啉甲调的问题。除了会加强戒烟的酒毒以外，道德感甲守法的观念也会加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